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我 Stephanie。咁今日咧就嚟到西半山一個旺中帶靜嘅地段啦。咁同大家睇一個2房嘅單位，咁係屬於中高層嘅。咁呢個位置咧就好近西營盤嘅地鐵站啦，行過去都係2-3分鐘，亦都好近香港大學，行得到去㗎，6-7分鐘。咁事不宜遲啦，我哋上去睇樓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嚟到個單位啦。咁入屋咧就係一個長形嘅客飯廳。咁呢個單位咧，實用面積咧就414尺嘅，而呢個客廳咧就連接一個露台啦，咁景觀咧都十分之開揚嘅，仲可以睇到少少海景，望到九龍。見到個廚房咧保養咧都唔錯嘅喎，咁有雙頭嘅煮食爐啦，有洗衣機。咁雪櫃都可以擺到入去，喺個 L 型嘅格局。Hello， 而家嚟到睡房啦。咁呢一個單位咧原則係2房嘅，咁業主咧就改咗成為一個大套房，一邊咧就可以擺一張雙人床，而另外嗰邊咧就可以做書房或者做一個衣帽間。而書房呢一邊咧係連接一個小露台，露台呢一個方向望出去咧，仲見到香港大學嘅 campus。呢度行過去香港大學好近嘅咋，都係5-6分鐘。大家如果對呢個樓盤有興趣，或者想喺呢一邊揾樓，歡迎你打電話俾我，我係 Stephanie，多謝，拜拜。